虽然说中国有8大菜系，但是如果要仔细细分的话呢，根本不止8大菜系哦。以往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观众朋友介绍过川菜、粤菜，但是今天要为观众朋友介绍的是浙江，也就是江浙菜以及上海菜。而这2大菜系呢，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浓油赤酱，以及味道醇厚鲜美、咸淡适中，以及种类多元繁多。所以呢，这是浙江菜、江浙菜跟上海菜的2大特点。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带大家走访一间江浙菜以及上海菜。我们要看看老板呢要为我们介绍哪一些菜呢？还未走入店内，目光随即被外墙浓浓复古上海风情吸引着。走入内部，制作生煎包的厨灶砌墙红砖，不禁让人联想到老上海的红砖古建筑。老橱柜装的不是书，也不是衣服，而是筷子、汤匙、碗盘。墙上的龙图腾浅瓷盘，像是关闭已久准备出关的王者。字画挂满墙面，其中又以店名为首的诗最引人注目。对于许多人担心的停车问题，业主也都帮饕客找好了，不需担心用餐时爱车会被拖掉。拥有20多年制作面品类经验的韩师傅，从和面团、碾压面皮、擀面皮、包馅、折约15至16折包完一个生煎包，轻松流畅利落的手法，再展现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的功力。下锅加水，先煎5分钟。掀开锅盖，在每颗生煎包上撒上适量芝麻，再盖上锅盖煎2分钟，就大功告成了。在我前面呈现的都是上海菜以及江浙菜。那这一些江浙菜跟上海菜呢，其实我也常来去那些地方玩的，但是只有3样东西我看过，就是这一道，还有就是这一道，我只有在上海跟江浙地方有看到，所以我今天就要请老板张宏、张先生、张老板来为我们大家做介绍。张老板你好。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张老板，这一道啊，我在上海的一般地方啊，比如说它的市井小巷啦，或者是街道旁，甚至有专门卖生煎包的专卖店，都有看过这一道生煎包哦。那这道生煎包呢，你们的是怎么样子会想说你要做生煎包？这个的话，其实为什么会讲做生煎包，主要还是想要区隔一下在南部地区的街头，因为南部地区街头，只要每经过一段距离都会看到有人在卖水煎包，但是在上海街头不是，上海街头是每一段距离都会看到生煎包。这个东西又比水煎包有特色是，因为大部分生煎包讲求的重点一定是里面的汁一定要多，对，就吃起来的肉一定要有湿润的感觉。那这个就是它制作的窍门。其实我跟你讲，这个生煎包是真的非常的好吃哎，因为生煎包你吃起来它的就会有汁，而且它咬下去是有肉香、葱香以及那个芝麻香的。不输上海，谢谢。而且有过之而不及。主要还是我们台湾比较自豪的是，我们的猪肉还是真的是很不错的。就是相比于世界各国的猪来说，我们的猪是真的很好吃。那你们是用什么肉？我们是用黑毛猪的后腿肉。其实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后腿肉呢，它的脂肪是比较少，所以吃起来你也会比较没有那么多的负担呢。真的，一口咬下，面香、芝麻香，还有肉香以及葱香，那真的口感很棒。因为我们这个在制作的过程中都是有一定的比例的啦，那如果葱多葱少都会影响吃下去的口感。而且这个
生煎包呢，它在上海那边，他们是讲说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所以这道菜能够一直流传到现在，我相信一定是非常受到当地人的欢迎。那很少我们在南部可以看到生煎包，不过在北部倒是常看到。上海生煎包外皮底部煎的金黄，乍看是小小的包子在铁板上煎着，然没想到里面却是大有乾坤，肉香、油香、葱香、芝麻香完全融合在一起。那接下来这一道呢，有点像狮子头可是怎么那么大颗啊？这么大颗的 size 才是最正统的狮子头的做法。这道菜最早的时候，就是其实它有一个历史小故事，是隋炀帝下江南的时候，江南地方的名厨要把这个菜要出给皇帝吃的，然后这是他们那时候研发的菜。那它原本的名字叫做葵花斩肉，是取当地葵花岗上面的一些风景特产下去制作的。那后来到唐朝之后呢，那时候因为这道菜已经流传下去了，那时候的厨师煮给唐朝一个将军吃的时候，当场宾客说：“哇，这个菜的气势磅礴，是个头这么大，有如像狮子头一般这么的雄伟，后来才取名叫狮子头的。”哦，原来是这样子哦！这个狮子头太大颗了，哇，太可怕了。如果这么小颗，它的名字叫狮子头，不是显得比较奇怪一点吗？真的很奇怪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叫狮子头够霸气了，真的。比例抓得很好。这个的比例是用7成的瘦肉加3成的肥肉去搓制。如果你瘦肉太多的话，吃起来口感会很涩，然后比较有肉的纤维感。那你肥肉太多的话，吃下去会太油。对，那会有一种很腻的感觉。所以这比例在抓的时候是特别有挑选的。对，比例抓得很好。你知道吗？我很讨厌吃那种非常油腻的东西，可是真的比例抓得非常的好。哦，这正宗的狮子头。狮子头也称四喜丸子，是逢年过节常吃的一道菜，肥瘦弱皆有，红润油亮，香飘四溢，醇香味浓的碎肉与汁液，令人无法抵挡它的顶级美味。那接下来这一道呢，颜色这么白哦，好像那个白汁洋芋的样子。那这个在上海当地就是我们一般面摊类似像在吃阳春面一样，就是上海当地是叫做煨面，它是把面条先煮过之后，再放入汤里面一起煮的。那这个汤之所以会这么有白浊的颜色，是因为我们是真的有放非常多炖汤的料，包含着全鸡、大骨去熬制，毕竟鸡的脂肪还是比较少的。我们每天也都会炖一大锅的高汤。那我们都会定期的去更换它的里面炖汤的料，就会把全鸡都捞起来，更换新的全鸡。这汤很爽口真的很爽口，汤口非常爽口。我们这个面里面还会加入一些葱下去爆香提味，让它的香气更浓一点。面也好吃，尤其那个汤头我真的很喜欢，因为它不会说很咸，就味道刚刚好。我觉得对我而言，味道是刚刚好，而且那个汤哦，我就是想说一喝再喝。那为了不让这个面呢里面吃起来比较单调，所以我们也会放了有配菜跟一些五花肉片下去，提升它的味道，还有增加它的口感，让吃起来也比较不会这么单调。上海鸡汤选用老母鸡金华火腿熬制多日，乳白色的鸡汤加上 Q 弹的面条、梅花肉、芹菜，美味极了。接下来这个呢？这一道是叫上海菜饭，那主要它有一点小小的来历是那个时候，因为上海在刚起来的时候呢，当地主要都是很多做搬运跟苦力的民众。那这时候如果你准备一个便当配菜吃的话，会比较麻烦，所以那时候的上海的太太们就想了如何把配料、当地使用的食材去烩到饭里面去，让丈夫在工作之后可以吃，就想出这个菜。不过这道菜我上网查，就是上海浦东的人认为这一道菜哦，它其实的范围是非常广的，只要你家中有什么样的菜，
你吃不完的菜全部把它加在米饭里面，然后煨一煨，这样就可以了。哦，对的。那这个主要也是比较偏平民小吃一点，那也是家常菜，所以每一个人做法就会不一样，就跟在家里吃妈妈煮的饭一样。对，你可能吃一个竹笋炒肉丝，但是你家吃的跟别人家吃的可能配料会不一样。对，那种概念就是在这个饭里面就有呈现出来。不过最主要的是因为做太太她的心。她在手里包的那个心是温暖的，然后做丈夫的吃到太太包的东西，他做的便当，他的感受又是不一样的，那是离婚再次的一个提升啊。对，那这道菜呢，我刚才想了很久，为什么一定要用青江菜，你知道吗？我后来想一想，用青江菜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青江菜它不管遇到焖啊。或者是你蒸便当什么时候，青江菜是比较不会变颜色的。主要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台南当地，有的人会做那个高丽菜饭，那个高丽菜的味道会非常的抢里面的主轴的滋味，因为高丽菜本身是很甜很爽口的。那青江菜的味道就比较没这么的厚重。对。那主要这道菜里面我们是放金华火腿去提升它的味道的。那如果放了像高丽菜的话，那可能味道会互相抢，就会比较没有这么的有一体感。为什么我在上海都没有吃过啊？其实这道菜在北部很多的餐馆，比较有年纪一点的都是必备的。对不起，我没有年纪。不过这道菜真的好吃哎，我真的没有看过这一道菜，而且我在上海也真的没有完全看到这一道菜。在我们店里也常常有客人会把它误会成炒饭，但其实它并不炒，它只是把料和均匀之后，再淋上鸡高汤去慢慢的像是炖饭一样去炖煮它，然后把汤给炖到饭里面去，然后再起锅。让它把那个汤汁稍微吸收一下，这样子。上海菜饭原是庶民外出工作时的便当，而后被带进餐馆的菜单中。金华火腿丁、虾米、青江菜一起加入白米中焖煮，让蔬菜的香甜与火腿的熏咸融入米粒间，口感与香气兼备，是道拥有庶民文化底蕴的风味料理。那接下来这一道呢？这是加了茶叶是不是？对的，它里面加了龙井茶。这道菜就是一个很有名的杭州菜，叫龙井茶叶去炒虾仁。是。而且听说它也有一个故事，是不是？是乾隆皇帝最喜欢的。对，那时候我们以前就是可能上历史课的时候会说乾隆皇帝就比较贪吃啊，然后也比较常去享受各地的美食。是。那这个就是他那时候到江南的时候，当地的厨师、酒楼的厨师特别为他准备的一个菜。他们一开始是用当地的做法，另外一个叫做清炒河虾。那后来刚好那时候适逢是端午前后。那时候的茶叶刚摘下来非常嫩，那厨师灵光一闪，想到那如果把这个茶叶呢的清爽的感觉带进这虾里面会怎么样？他们就这样配置了这个菜出来，那乾隆皇室大为赞赏，之后就慢慢流传下来。这道菜让我的感觉是它的形体非常的漂亮，再加上呢虾仁以及这个茶叶。碧绿的茶叶，整个看起来是非常清爽舒适的，很适合说在夏天的时候来食用。因为有了茶叶它就有茶叶的清香，它会把整个味道就是虾仁的那个味道，有时候有的人会觉得比较浓呛一点，但是你加上茶叶味道，那个整个就茶香就跑出来了，那吃起来的口感就更完全是不同的。真的很清香而且你们是不是有加酒下去啊？对的，我们依照古法的烹调方法，就是在起锅的时候一定要再呛一点绍兴酒，然后把酒精给烧掉之后，留下绍兴酒面黄酒的清香，这样。就让我真的喜欢，我连茶叶一起吃一下。那这个虾呢，吃起来会比较没有浊味，就是比较清甜。主要我们还是自己买虾回来之后自己剥完之后，把背上的那个黑黑的沙肠给去掉了。那这样吃起来会让虾子的味道更清甜，就不会有一些不愉快的口感跟口味在里面。
这一道不论是在颜色，或者是说在整个形体上啊，以及那个茶香上啊，给人感觉就是都提升了一个层次，感觉是非常的，跟你在市面上看到的各种虾仁的料理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整个层次都提升上来了。龙井虾仁是道极具杭州特色的名菜，虾仁鲜嫩，芽叶碧绿清香，色泽雅丽，滋味独特，食后清口开胃，令人回味无穷。龙井茶叶是此道菜的灵魂主角，选用色绿、香郁、味甘的龙井茶烹制的龙井虾仁，味道清香甘甜，口感鲜嫩，不涩不苦。好，那接下来这一道呢？这一道应该在台湾常看到了，应该是豆腐类的东西，可是我闻起来有点臭，所以它是臭豆腐。对。一般我们在外面的餐馆，不管是路边摊也好，还是在餐厅也好，大部分都会做比较重口味的，像我们台式最有名的就是炸臭豆腐，对，配上辣椒酱跟泡菜这一锅。那有的店会做川味的，它会用红的汤底下去卤这臭豆腐。那我们比较不一样，我们用的是鸡高汤去清蒸这个臭豆腐。鸡高汤啊，再放上火腿末跟虾米去提升它的鲜味跟层次感，这样。哇，那这样口感不就更不一样了？对。那我来先尝看看。好，我一定要尝看看，一小块。我们再加一些汤下去，而且这个臭豆腐它是有经过发酵的，所以它本身就有植物性的酵母，所以对肠胃啦，或者是你的胃很容易胀气的人，或者是肠胃不舒服的人，其实吃这个东西是挺好的。我们这个臭豆腐特别的地方跟一般外面不一样，是我们是使用手工做的臭豆腐。外面吃的豆腐看大小、形状，还有在它的切口面都会看起来比较光滑一致，然后比较整齐。那手工做的豆腐就一定会看起来每个大小不一样，而且甚至它的表面是比较孔是比较粗的，对，所以有的还会比较好，味道比较对，对，所以这手工也是有好处啦，对不对？一般人现在我们大家部分都是用这种所谓的机器，可是你知道机器它就是没有人性化，可是你只要想一想，你是用手工做的，你会想到那个有多了一份那个手的温度。整个吃起来的感觉又是不一样的，而且我讲的就是毛细孔比较大，然后整个汤汁才有办法吸附在里面。像我如果去外面买那个臭豆腐，它如果不是手工的，我就会把它用一个洞一个洞，用这让汤汁更入味。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子，那个臭豆腐入味，所以你们的臭豆腐跟别人不一样，这是我可以去理解的。而且它汤汁就是非常的清爽。很多外国人其实觉得臭豆腐非常的难闻，但是他们一旦吃上了就会蛮喜欢的。这个菜更特别的是，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就是外国人觉得难闻。那这个菜还有一个小故事，就是民间故事，就是那时候我们对岸的中国那时候的总理周恩来是哪一位我不大记得。那他招待外国的这个来宾来，我们那时候到大陆去用餐。那周恩来，那时候总理啦，就说，我每次到国外参访，外国的餐点一定会出那个 cheese。那 cheese 对我们华人来说，味道比较浓，有一些人不是这么的喜欢。对，那他说，既然他们出这种味道这么浓郁的东西，让我们有一些吃不习惯，那我们也要出一个浓郁的东西去回敬给他们。对。那所以那时候就有推出臭豆腐，所以这个菜是非常非常的有指标性。清蒸臭豆腐以纯手工臭豆腐，佐以鸡高汤清蒸，撒上金华火腿与虾米提鲜，齿颊留香，汁嫩爽口。那接下来这一道呢？这一道是韭黄啊。对的，它是用蛋酥丝跟
白韭菜下去拌炒的。这上海浦东人他们讲说是穷人菜啊，对。那这个菜主要它那时候的来历也是，虽然说听起来比较不这么的好，但它其实是很有特色跟一个当地不一样的东西的小吃就对了。那时候一开始主要是一般家里吃完饭之后，我们总是可能吃炒笋丝啦，还是炒什么什么之类，会有一些剩下的配料。那早期嘛，大家在拼经济的时候总是能省则省，那把这东西保存下来之后，第二天要再吃一次，直接加热吃好像不太好吃。对，所以当地人想到，那如果把一个蛋打下去，把它做成蛋酥之后呢，再跟这些料拌炒，就会比较美味了。对，整个口感又不一样了。没错。那这个蛋就是这样子的诞生。好，那我来品尝看一看哦。我觉得这种东西啊，其实它的范围是很宽的，它可以加很多的东西啊。因为就像我们台菜的那个当工这个菜不会赶快。真的韭黄好好吃哦，而且你那个蛋酥啊，用炸的又很好吃。主要这个蛋只要经过油之后，它凝固成蛋酥之后呢，它会有一个特性，就是它很会吸附炒菜时候的那个汤汁，好吃。那这样吃起来会特别的浓郁。它韭黄非常的甜哦，真的好好吃哦。因为我在家，我妈妈都只是韭黄跟蛋这样拌炒而已，可是很好吃，真的。韭黄老烧蛋本是浙江宁波最具特色的家常菜，色香味俱全，做法简单，琐碎的食材加入蛋炒香，就成了台面上的菜色。配料有韭黄、笋丝、香菇、毛豆，香气诱人，口感浓郁，清爽可口。接下来这个是酒酿汤圆，这是我最喜欢的甜点。这个大多数民众会知道，可能是刚好家里有人坐月子了。那如果去月子中心的话呢，非常常出现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它主要也就是给女性去做一个小小的温补这样。其实我觉得不要说女性，就是男性的话，或小朋友，他在冬天的时候，哇，这个整个身体都暖乎乎了。酒酿可以用来炖补的历史其实已经很久了。就是平常有在上网浏览的观众们呢，可能可以看得到，原来酒酿在1000多年前其实就已经我们华人就已经有在做食用了。好吃，好好吃哦！那我们汤圆里面呢，也是包着芝麻馅，下去跟这个酒酿汤一起做食用的话，味道会特别的香，特别的浓。这道女孩子应该会很喜欢吧？对，我们店里的客人女性都相当的喜欢这道菜。真的好好吃哦！我们主要还有上面再增加了干燥的桂花，会让它的香味更浓郁。你看，我吃完了。真的好吃才会吃完。桂花酒酿汤圆是江南地区美味可口的传统小吃，是道极富特色的传统甜点，由汤圆与桂花、酒酿煮制而成，清香爽口，色泽鲜亮，略带酒味却不浓烈。今天呢，真的是非常感谢老板的招待，让我们吃到了这么多的上海菜，还有就是杭州，也就是浙江菜哦，真的。很多菜色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哦，非常感谢老板，谢谢你，谢谢，也谢谢主持人，谢谢。今天的江浙菜还有上海菜呢，真的是让我口齿留香，而且那个味道就有在嘴里，永远到现在我还是没有办法散掉，可见它有多好吃。而且更让我讶异的是，我经常跑上海、跑江南的人哦，我居然没有吃过。我看到那些菜，我真的好感动，好感动。因为你知道，常去上海，然后都没有看到那些菜，然后突然在台南看到了，我就真的觉得太不可思议了。然后吃在嘴巴里面哦，那种感动是不可言喻的。那很多道菜我都非常的喜欢哦。其实我最喜欢的一道菜，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甜食控嘛，所以那个酒酿汤圆全部被我包了。那摄影师只吃一口，
因为他觉得那味道他可能不太能够接受，可能男生比较没有办法吃甜食。可是呢，我非常的喜欢吃甜食，所以甜食呢我整个都把它吃完了。老板说好啦，你下次来我再煮一碗给你吃。所以呢酒酿汤圆，当然女生我非常的推荐给你，如果男生你喜欢吃甜的话，桂花酒酿汤圆你一定要吃。再来呢，就是它有很多菜就是一些原本是上海人或是江浙人的他们一些原本的庶民小吃，到最后呢，因为登上了餐厅之后，就变成升了一个等级，跃上了舞台，所以整个菜呢就完全的提升它的一个口感，所以大家也是可以尝试看看，因为我个人觉得真的好吃，没有话讲。这一间上海菜跟江浙菜呢，就是它在台南其实是非常的有名气的。那么今天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放眼大台南的节目，我是梁维珍，下回